台南社区大厦大港分校创意大庙形学，推展一村一庙一学堂，这因做十三店社区博物馆了后，伫十三店庆兴宫的支持之下，伫遮展开地方创新教育工程。咱的先民有5个姓，13个人。来伫咱十三店遮呢，较早古早时代，大港内海啦、官埔啦，来遮开垦。开垦的时到有一段时间到。一直开垦啊到121年，121年，较来起一间迄个公厝啦，较来起草帽，伫遮定居就对啦。十三店庆兴宫早年是在地主地读册的村庙学堂，村民成为学仔。伫8年前，安顺国小也设伫十三店甲总头寮的交界处建成大港教育署。咱伫建整200年，伫庆兴宫大庙咱曾主任甲咱里长一盛新赞老师，这地方的基佬知识分子的支持下，共同来恢复到咱庆兴宫的大庙形学，这当讲是值得咱纪念，嘛是有一个盼望咱大港建整200年以后，不管是10年、50年，后手的300年，咱日后会当讲以大庙形学精神来培育咱新一代的公民在地子弟。对阮十三店的子弟，对阮十三店的乡亲来讲，这是一真盛大的一个活动，会使讲等于是开工点眼共款，真慎重来，互咱的乡亲知影讲，这个文化教育是咱提升咱地方的这个水准上重要的一个工课。吉他、乌克丽丽师生将会伫土地公生日了后的2月22号暗时，伫庙口以小型写生音乐会以及课程体验，以公民参与的行动来庆祝恢复十三店庆兴宫学堂历史文化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